停车有啥物问题？停车场若1点钟收你500块，你敢会当接受？有民众伫面册社团写讲，伊去驶车去北投佚佗，看到路边招牌写讲，外口的车若要停车1点钟收100块，想到伊停2点半钟了后，被要求每点钟停车费是500块，加算算了就是讲停车位费1500块。原来收费招牌下骹呢有一撮字写得真清楚，就是讲停车爱先去会馆登记，才以每小时每点钟100块来算。在地人讲，这个所在是私人的停车场，本来就无提供外口的车来停，才会收遮贵。啊，是讲台北市停车处表示讲，这个所在无申请停车许可，会去稽查甲辅导。无论敢有放假，台北北投游玩有未少游客要来遮浸温泉，是讲所有人因为停车拍歹旅游的好心情。到北投游玩，停车位是一位难求。现在有温泉会馆表示说，外车停车每小时是收费100元，没想到有民众停了之后，每小时却被收了500元。有网友伫社群平台卖完，家己到北投旅游，看到路边的扛棒写车停1点钟100块，就放心停车。想要到2点半钟了后，车位封锁起来。业者佫讲1点钟爱收500，若无提出1500，就袂当离开。民众这个时阵才发现告示下面有打一张纸，主民讲都爱先到会馆登记，才是每点钟100块计数。若是无登记直接停车，就是1点钟500块来算。洪批评讲这是咧刁工，甲外地人揩油。因为他如果是私人土地的话，这个就也算合理了。对啊，告诉要清楚一点，不清楚的话会造成误会。对于这个代志，业者无正式回应。也毋过知情人士私底下透露，车位本地就无提供予人停车，所以有人无细致停入来，业者才会决定制定规则。若是有人来停车，会当照规定收钱。是讲台北市停管处所讲，这个所在并无申请停车许可。他们可以去写说这是私人的土地。不对外开放使用，登载了，但是他不能够去收取停车费用啊。公安处的话，我那边就是已经有排定计划要去现场做查核稽查了。停管处强调，民众就算将车插伫私人的土地，业者嘛袂当家己向车主来收费，敢会当用侵权向车主要求赔偿，若无恐惊会违法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